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90回，時間1800年9月22日，地點封閉區域 Area DB Island 地獄。當盧鹿、黑白烏鴉飛咗去傳送門阻止地獄靈魂返回人間，我、蘆葦同埋球治就被12個靈魂圍住咗，佢哋想我用左手嘅激光消滅佢哋。隔咗冇幾耐，白烏鴉就飛翻過嚟。佢先用2支羽毛箭送蘆葦過去協助盧鹿，再將身上嘅所有羽毛箭飛向我同球治嗰度。不死身嘅地獄靈魂太多，要阻止佢哋返回人間，就要靠你啦，阿達。我未嚟得切反應啊，嗰堆羽毛箭就已經包圍住咗我同球治。跟住白烏鴉蘆葦揮一揮手指，羽毛箭就飛向佢所指嘅方向，即係傳送門嗰一邊。同時白烏鴉都瘋狂跑去嗰個方向，令我忍唔住不斷大叫。你用羽毛包圍住阿達同球治，然後控制白羽毛送佢哋過嚟。冇錯，呢個方法係最好啊！就係用阿達左手嘅能力。冇錯啊！白烏鴉話我哋呢班地獄靈魂喺地獄應該係不死身，我哋受過咁多苦痛之後，依家有機會脫離苦海，翻人間，一定會搏盡全力衝入傳送門。家姐，咁樣打落去真係唔係辦法，得阿達先可以幫到我哋手。想用我左手嘅能力？冇錯，真係要殺死啲靈魂啊！我係要你消滅到傳送門，或者不如咁啊！我哋全部都透過呢個傳送門翻去人間，我再喺另一邊用左手消滅道門，咁班地獄靈魂咪會繼續留喺地獄嗰度咯。阿達，如果走，我同細佬仲有盧鹿，大可以變身飛翻去生死中途島。但係依家最重要嘅係回復地獄嘅秩序，即係將佢哋搵翻入地獄鐵櫃度受苦啊！但而家好明顯就係 K Area DB Island 嘅主意啊嘛。呢個人工智能只係協助我哋，冇權干涉我哋啞鈴洲嘅運作。除非阿爸親自同我哋講，否則我哋唔會改變規矩。但就算我哋喺地獄破壞咗呢一邊嘅傳送門，佢哋都係唔會翻入鐵櫃入邊噶。都總好過唔知佢哋復活後嘅情況啊！我哋盜靈者唔可以俾任何事影響到啞鈴洲噶。喂，你哋快啲落決定，我同阿偉未必可以頂到太耐啦。阿達，要你呢個外人落決定，我知道好難啊。一係你將呢個能力交俾我哋，等我哋處理翻自己世界事啊！好啦，我知點做噶啦。傳送門消失。當我想拎另一張黃紙出嚟吸收傳送門嘅時候，喺原地5米高嘅半空位置，又出現一道傳送門。阿達，我用羽毛送你上去，破壞多次傳送門。細佬，冇用噶，就算你再破壞，人工智能都可以再整一個出嚟。我哋仇氏一族辛苦多年去推敲玄武大帝回歸嘅日子，希望可以同玄武大帝見面，知道世界真相。到頭嚟，一切都係俾個所謂嘅人工智能去擺布。太嫲、太舅公，你哋望去西邊，本身圍住阿達嗰12個靈魂嗰邊，而家出現咗多個傳送門。等我用羽毛箭封住個入口位置，唔好俾佢哋行入去。大件事，再東面啲嘅地方，亦都即係地獄島東邊嘅盡頭，又出現咗多道傳送門。而家一共有3道門啊！本來圍住我哋嗰33個地獄靈魂，而家分成咗2邊，一邊就衝緊去東邊嘅位置，而另一邊有靈魂喺度騎膊馬。嗰個我射羽毛箭射極都唔跌嘅肌肉靈魂做底，另一個靈魂踩上佢膊頭，而家應該有超過3米高。如果再上多個靈魂，佢哋就可以喺最頂個位入傳送門，翻去人間界。細佬，你去西邊，盧鹿、蘆葦，你哋去東邊，我就留喺度。大家分批各自守護一個傳送門。總之唔可以俾佢哋越界。白烏鴉飛咗去西面，佢控制羽毛箭嘅技巧比盧鹿高，可以將羽毛箭定格停喺傳送門前邊，形成一道屏障，防止靈魂穿過傳送門。
同時佢擺出玄武拳法嘅架勢，防止嗰12個靈魂衝入傳送門。但佢哋暫時維持住之前跪拜我嘅動作，冇其他動靜。而盧鹿同埋蘆葦就趕去東邊嘅傳送門，佢哋兩兄弟好有默契，出盡全力打低嗰班靈魂。但佢哋好似有不死身咁，就算中咗重擊，都會慢慢企翻起身。至於我眼前嗰兩位又高又有肌肉嘅靈魂，好似玩緊體操咁，其中一個就踩住另一個人嘅膊頭，整成一個好高嘅人牆。佢哋準備拉第3個靈魂上去，而佢哋只係差2米。如果夠力掟嗰個女靈魂上去，佢就可以穿過嗰度傳送門。黑烏鴉用羽毛箭射翻佢落嚟，但呢個位置總共有20個想脫離地獄苦海嘅靈魂。佢哋突然好有默契，有10個做肉盾咁擋喺肌肉靈魂前面去保護佢，其他嘅就等俾佢哋拋過傳送門。阿達、求治，你哋快啲嚟幫下手！阿達，你決定成點啊？我仲有啲道具王子嘅，包括有呢張寫住地獄之鎖，仲有呢張寫住靈魂之鎖，亦都有鐵鏈啊！咁等我一次過燒晒佢哋出嚟啦！黑烏鴉，呢啲道具啱用噶嗬？黑烏鴉冇講任何嘢，佢飛咗10幾支羽毛箭過嚟，舉起4條鐵鏈。同一時間，肌肉靈魂就準備拋另一個靈魂穿過傳送門。就喺佢伸手只係差幾10厘米就到嘅時候，羽毛箭控制鐵鏈飛至，鐵鏈圍住咗嗰個靈魂，再鎖住佢，然後重重咁跌喺地面。而羽毛箭再控制其餘3條鐵鏈，飛過去嗰2個肌肉靈魂對手度，鐵鏈圍住佢哋對手轉咗幾個圈，狠狠咁綁實佢哋，等佢哋冇得再掟任何靈魂出去。我以為可以暫時阻擋住佢哋啦，點知只有落過地獄受苦嘅人先知道嗰種痛，同埋嗰種希望快啲完成苦難嘅渴望，冇咁容易可以阻止到佢哋嘅。果然，如求治所講，佢哋離開地獄嘅意志好強啊！嗰20個靈魂為咗抵達喺半空5米嘅傳送門，佢哋竟然做出疊羅漢嘅動作。其中9個雙手雙腳掂地仆咗喺度做底，另外4個呢就做第2層，做同一樣嘅動作。最後再上2個人做第3層。而無論黑烏鴉射幾多羽毛箭都好，佢哋都不為所動，冇喐過半分。跟住有一個靈魂爬上最頂，佢非常之接近傳送門。跟住黑烏鴉就同我講啦：阿達，雖然我知你係外人，但因為你繼承咗 D 嘅能力。黑烏鴉都未講完啊，佢就控制咗一堆羽毛箭圍住我嘅身，好似之前白烏鴉咁，用羽毛箭嘅力升起咗我。黑烏鴉揮動手指，直指去爬到最高，即將可以穿過傳送門嘅嗰個靈魂嗰度。黑色羽毛快速送我過去，而黑烏鴉另一隻手指再揮動，一支黑色羽毛箭向我衝埋嚟，直插我左手手背。同時，黑烏鴉控制羽毛箭飛高，由於羽毛箭插實我嘅手背啊，所以我隻手就被羽毛箭擺布，由平放變成向上伸直。我連人帶左手加左手掌心突出嘅羽毛箭頭，直飛到爬到最高嗰個靈魂嘅頭度。佢左腳仲踩住第3層嘅靈魂，右腳躍起，準備跳向喺半空嘅傳送門之際，佢擰轉頭望住被黑色羽毛包圍住兼被逼飛過嚟嘅我，佢未嚟得切反應，左眼就被我左手掌心突出嚟嘅箭頭插中咗，我左手被逼包實佢個頭。阿達，呢一刻我哋需要你嘅幫忙啊！我合埋雙眼，腦海諗起一個畫面，跟住好唔情願咁大叫咗一聲：啊！對唔住啊！強大嘅激光由我左手發出，由我左手掂住嗰個靈魂開始，擴散到佢對腳，佢對腳再掂住其他靈魂，一切身體都有接觸，一共嗰15個靈魂嗰度。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2季小島篇第90回，地獄7。阿攝飾演阿達，阿歐飾演求治，小白飾演白烏鴉盧地，
Kitty 飾演黑烏鴉露天，詩芬飾演盧六，編劇及製作阿攝，音樂 Beat Friday，封面設計 Follow Me Like Black。